恁既然互上帝所敬，是圣也得着疼的，就用怜悯的心、甲仁慈、谦卑、温柔、吞忍来称。即使二比有邪嫌，就着三宽容、三赦免，亲像主捌赦免恁，恁也着安尼。伫遮的顶面，着穿真爱，就是完全的结连，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恁受调成做一体，也是为着即个，搁着感谢，着互基督的道理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苦劝，对稳定伫心内的人来侮辱上帝。搁凡所做的，或是讲，或是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上帝的选民。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咱伫咱的教会做伙庆祝圣诞。伫礼拜中间有2位囡仔的洗礼，咱也做伙领受圣餐。下晡，咱嘛伫上山车头隔壁一个广场举行有一个爱分享松山的活动。伫中间有诗歌，咱敬拜有乐团诗歌的演唱，嘛有甲咱关系真好上山国小的校长弦乐团放纵的演出。另外40位嘛有无共款的摊位，这摊位是社会福利机构的摊位，所以嘛有真侪人去咱教会社青所设计的一个关系耶稣出世的一个闯关活动，也是咱教会乔恩伊伫遐做的创意气球的摊位。根据阮迄个摊位所准备的礼物，伫迄天统计差不多有170位的民众知影耶稣的出世。伫圣诞节前后的几天，教会中一当天嘛分做几啊队，到兄弟姊妹厝里来报佳音。24号暗暝，社青嘛举办报佳音的活动，互过路的人会当入来教会，做伙来做一寡物件，做伙伫遮来玩游戏、食一寡的茶点来认捌耶稣的出世。真热烈的圣诞节期呢，咱做伙伫遮来庆祝耶稣的出世。但是接续咧，今仔日是12月29号，圣诞节已经过，咱圣诞糕嘛已经食了。但是留伫咱内心的到底阁剩甚物？也是圣诞节好亲像是一个放一个烟火，嘣一声。非常美丽，但是了后，什物就拢无去啊。日子照常在过，人生继续在行。毋过耶稣的出世，若敢若限制伫圣诞节迄天，若敢若互咱有一个过节的气氛，但是甲咱的性命、甲咱的人生无任何关系的话，其实圣诞节对咱来讲，就甲遐还袂认捌耶稣的人一模一样。因为圣诞节对因来讲，就敢若是一种感觉。但是咱若选择，互耶稣的出世伫咱的生命内面发挥影响力，咱的信仰有成长，咱会生出一种互人真欣赏基督徒的迄种生命，咱嘛欢喜去甲别人分享，将天国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这不但无亏欠耶稣互咱的大使命。并且，咱嘛会当找到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藏的迄个非常特别、属于你个人的一个意义。找到生命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伫现代真侪人就是找无意义，感觉伊的生命是有也好，无也好。但是咱爱知影，咱的生命毋是白白来一逝。但是咱生命意义是甚物咧？伫哥罗西书第2章尾有提醒咱因为甲耶稣同死，来脱离世间的小学，所以咱无搁互世界所捆绑。然后第3章一开始嘛讲，咱因为甲耶稣同过活，所以现在活的无搁是我，基督成做我的活命。所以咱是一个新的人。既然是新的人，就要脱离奸淫、污秽、邪的心情、歹的私欲、贪心就是败偶像。
万分生气、恶毒、诽谤、喙内见笑的话，甲讲袂出，遮个代志，咱拢爱脱离。保罗讲遮个代志，咱爱用拍死，这个华语是致死 （put on death），这是用命令，真无客气的口气，无得参详的口气。因为遮个代志，若无真正互因死，就会因为一点点仔的火气来死灰复燃。其实咱非常清楚，咱家己，咱定定过就是一种真矛盾的基督徒生活。咱一脚徛伫基督的信仰，但是另外一脚去徛伫世界。毋过安尼非常的危险。伫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有一个种棉花的大地主，伊为着要保全家己的性命甲财产，伊就想到一招，就是伊的裤是穿南方军队迄种鸟车式的裤。但是顶面的衫，伊是穿北方军队蓝色的外衫，伊洋洋得意，认为安尼家己一定是行得通。但是真正真拄好，伫某一天，伊同时间拄着南方、北方军队，所以伊伫遐大声喊讲：“我是中立的，我是中立的。”但是这两边的人根本毋插伊。南方的军队开枪拍伊的顶半身。北方的军队拍伊的下半身，伊当场来无命。信仰保持中立是绝对的危险，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得血气的，咱是抵得遐办政事的、遐掌权的，甲世界暗示遮个君王，甲天中派的神类。咱是甲咱无法度征战的气力伫征战，但是咱阁想要凭家己。咱哪有可能会当甲遮个小恶来对抗咧？所以咱袂当双骹踏双船，毋是选择天顶的事，咱就是选择地上的事，绝对无任何模糊的空间。所以对12节到17节，就是保罗教导咱什么是顶面的事。但是常常讲到顶面的事，咱就有一种印象，就是敢若伫未来天堂的生活。我伫遐一定免做什么代志，伫遐逐工伫遐唱歌，有真好食的物件，住黄金的厝。但是天顶的事，保罗讲安尼的事，毋是爱人去幻想未来伫天里，咱是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因为主耶稣教示咱的基督文有讲：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就是互咱知影。天国毋是黄金路，毋是黄金厝，是咱将上帝旨意行出来，互咱现主时四周围的人会当充满上帝公义，充满上帝之爱。这是耶稣的观点，保罗的观点嘛是安尼。伊讲咱基督徒爱活出基督生命的生活，但是毋是咱家己好就好。毋是我家己我属灵就好，是因为上帝疼咱，上帝拣选咱，所以咱爱脱去迄个旧的衫，并且将怜悯的衫、仁慈的衫、谦卑的衫、温柔的衫、吞忍的衫，甲穿起来。这五领衫甲人拢有关系，所以保罗伊要求的，毋是讲咱注重个人的德行。毋是我家己变了偌好就好，是咱爱甲人有好的关系。怜悯的心是伫别人有需要的时，就伸出帮赞的手。安尼的观念伫罗马时代是无有存在的观念。因为罗马人虽然真文明，但是因袂去帮赞遐有需要的人，因为因认为遐个人是弱者。仁慈。恩慈原本的意思是发觉真久的酒，发酵很久的酒，已经无可味啊。所以仁慈的态度就是对心发出，迄个真自然会替别人设想真诚的态度。谦卑、谦虚，就是放下家己原本应该享受的权利，
亲像耶稣就是上好的示范。耶稣伊本来是神，但是为着咱放弃一切神应该有的权柄，伊来到世间，为着咱定十字架。温柔伫早时嘛，互人看做是软弱，但是保罗所讲的温柔，是无搁考虑家己，无搁考虑家己，这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这毋是软者。上尾项是吞忍，吞忍原本的翻译是长期的忍耐。所以吞忍毋是讲我暂时按耐落来，将来找机会来报复。兄弟姊妹，这5项的德行看起来真简单，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咱知影要实践起来非常的困难。特别咱甲人的关系中间，要做到这5项，实在是太过困难。所以保罗伫13到17节，就是咱今仔日这段经文，又做进一步的教导。3宽容，3赦免，非常困难。咱是要安怎去宽容别人，安怎去赦免别人？但是保罗请咱先想着，亲像主捌赦免恁，所以咱嘛着安尼。因为主耶稣已经大心赦免咱，所以当咱想着这点，咱就爱去宽容别人，爱去赦免别人。伫1906年，一位日本人，伊真少年，伊迄当时真少年，伊叫做井上伊之助。少年的井上伊之助，迄时伫日本参加退休会，伫基督教所办的退休会，但是迄当时，伊较接到对台湾来的消息，原来伫台湾服务的老爸井上弥之助，互花莲太鲁阁族的人杀死。所以听到安尼的消息，会艰苦阁想起，嘛点起伊内心想要报仇的迄个心志。毋过迄天退休会的主题就是爱听你的对答。所以，伊伫参加退休会中间，伊听迄个演讲，然后伊祈祷，伊改变啊，伊感受着上帝的呼召，伊决定要进行上完美的报复，就是用疼来赢过邪恶。伊决定要用疼来消除冤仇，伊要来台湾进行原住民的医疗服务。所以，伫1911年，伊来到台湾，除了中转去日本治病以外，30几年久的时间，伊拢奉献予台湾。最后不得不离开台湾的时，伊是带着伊3个囡仔的骨灰转去的，因为伊3个囡仔拢伫台湾染病来过身。转去台湾，伊除了传教，伊嘛伫静冈县的东海大学底下做讲师，嘛出版几啊本关系台湾的册。1966年过身，享年84岁。伫过身之前，伊要得关心台湾的原住民。伊所留落来的话有讲：上帝用咱做肥料，就是要互福音的种子伫台湾的山地结实成长。伫伊的蒙牌顶面嘛刻一个疼，并且下面用泰雅尔的族语写上帝的编织，上帝在编织。所以咱看见一个原本是要来报台老爸的安尼冤仇的人，伊较会当有遐尼大的转变。这是伊家己的困难吗？毋是，咱人拢想要报复啊。这个困难对倒位来？福音的困难，并且这个福音是因为上帝大心赦免咱的罪，上帝主动来到世间解决咱甲伊的冤仇，咱了后才会当得到安尼困难。第二，保罗讲咱学习这德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疼，上帝疼咱，所以拣选咱。也因为安尼，咱学习这德行的动机，拢爱对疼来开始。保罗嘛强调，疼是结连所有好的德行的关键。
是一切基础。这嘛当对真出名的《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疼这段的经文会当看会出来。但是其实这段《哥林多前书》13章这段疼的经文，其实爱对12章的尾31节开始看。伫遐保罗讲，恁着切切羡慕遐较大的恩赐，我用第一好的路线指示恁。保罗讲，什么是第一好的路呢？就是疼。保罗认为，若无疼，你阁偌有才调，你有偌有恩赐，嘛无算得是甚物。因为你无疼的话，你这恩赐对人无利益。这恩赐对人无帮助，甚至养成你的骄傲，造成别人的困扰，这种非常非常的无好。宁可莫有这恩赐。如果咱无疼，宁可莫有这恩赐。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是俄国的作家，有一篇第一篇的小说叫做《天堂的圣诞树》。这篇小说我已经2个月进前看，但是这篇小说已经藏伫我的内心，无法度互我放袂记哩。伊是讲着一个6岁囡仔，甲伊的妈妈做伙，因可能是对别个所在走到迄个所在，所以因无家己的厝，因是住伫一个暗蒙蒙、看拢无，并且真寒的一个地下室。迄个地下室嘛充满其他真侪人嘛住伫遐。所以，迄个地下室根本迄阵是无电火，是爱点灯。但是因无钱买蜡烛，无法度点灯，所以规个拢是暗蒙蒙。迄个囡仔非常的枵，毋知影几啊工无食饭啊。伊嘛非常的惊，因为住伫迄个暗蒙蒙的迄个地下室。所以伊看拢无，伊去问伊的老母，想要叫伊的老母，但是去问伊老母的面的时，是冷叽叽的面，定甲敢若是冰甲共款。这囡仔惊到毋知安怎是好，就摸着伊的帽仔，就走去街路，想要求救。迄天是圣诞节，道理非常的热烈，大家拢伫准备礼物，准备食的。这囡仔嘛拍伫别人的窗仔门，伫遐看人卖遐玩具。伊嘛看到真侪穿啊小的囡仔伫厝内面走来走去，食物件，伫遐耍物件。但是伊徛伫窗仔进前迄个身躯，伊的骹甲手拢冻甲无法度振动。但是伊伫遐看，拍伫遐看，伊嘛感觉非常的快乐。伊佫走去另外一间厝，伫迄间厝内面有一丛圣诞树。伫迄间厝内面的桌顶嘛摆满迄个鸡卵糕，有几啊个大人伫遐分鸡卵糕互囡仔，所以真侪囡仔伫遐排队要摕鸡卵糕。即个囡仔嘛走入去迄间厝里，伫排队。但是遐个人一看，穿甲破高高，你出去，甲伊赶出去。迄个囡仔佫寒佫枵，就哭出来。但是伊不得不，伊继续行，沿路看到一间一间真温暖的厝，但是无任何人要帮衬伊。这时毋知影对倒位走出来一寡的歹囡仔，这个囡仔看到伊穿甲破高高，就甲伊拍，将伊摔倒伫涂骹。这个囡仔爬起来，紧走去米，伊找到一间厝。人所堆的迄个茶堆，我想讲我米伫遮一定是非常的安全，所以就将规身躯来揪起来，毋敢发出一点声音，惊互人知影。但是就伫这时，伊发现伊的骹甲手拢袂疼呢，并且渐渐温暖起来，敢若有火炉伫伊的边仔共款。伊嘛敢若听见伊的妈妈出声在叫伊。突然间，有一个声在喊伊讲：“来看阮的圣诞树吧，来看阮的圣诞树吧。”伊看见一群的囡仔，非常快乐，有查甫嘛有查某囡仔。这群囡仔飞过来，将伊带走。突然间，伊嘛会当飞啊呢！伊嘛看见伊的妈妈，
伊就问遮个囡仔讲：“恁是啥咧？”遐个囡仔非常快乐来回答伊讲：“这是基督的圣诞树。耶稣基督伫即天会特别为着无圣诞树的囡仔准备一丛圣诞树。”后来伊才知影讲，即群囡仔甲伊共款，有诶是寒死伫路边，有诶是互气杀伫外面，有诶是互害死诶。但是这个囡仔自执伫遮，亲像天使共款，围伫耶稣诶四周围。耶稣伸出伊诶手来祝福这个囡仔。第二天早起，人来开门，看见即个茶堆诶内面有一个囡仔诶尸体。因了后嘛找着即个囡仔老母诶尸体。囡仔诶老母比囡仔搁较早死亡，但是即时因已经伫天堂，伫上帝国诶面前来团圆啊。当咱若用疼去帮助需要帮助诶人，世间一寡诶悲剧就袂阁发生。互人一杯水、一块饼，赢过家己传千篇诶大道理。搁较侪温事，搁较侪计划，拢比袂过疼诶行动。所以，望咱伫有需要诶所在付出疼，显明上帝疼人诶心意。第三项，保罗甲咱讲，着互基督诶和平伫恁诶内心做主。什么是基督诶和平？基督互人顶十字架，带来人甲上帝、人甲人诶和好。伫以弗所书2章14节16到16节有甲咱讲，因为伊做咱诶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三隔诶墙，搁伫恁诶肉体血无结冤仇诶因端，就是遮诶诫命诶律法，记载伫规例，要互伊本身将两边做成一个新诶人，来成就和平。搁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而且耶稣亲自来成做咱甲上帝、咱甲人中间迄个冤仇的解答。做主是啥物意思呢？做主就是爱互基督的和平伫咱的内心来做裁判。当咱面对迄个无公平的时，咱爱互基督的和平伫咱的内面来做主。毋是咱家己的心意伫遐做主，因当咱家己的心意，咱一定是认为家己拄着无公平的代志。但是即时，咱来求基督的和平伫咱的内面。伫约翰福音，伫约翰一书3章19节20节有讲，对安尼，咱要知咱是出自真实。既若心有所责备咱，要安慰咱的心伫伊的面前，因为上帝比咱的心较大。兄弟姊妹，上帝的心比咱较大，伊知影咱的软弱，伊嘛会替咱做主。第四项是讲到基督的道理，也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道理咱拢知影，但是保罗提醒咱，爱用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苦劝，对稳定伫心内来吟来学习上帝。逐样的智慧，好学本是讲丰丰富富。这提醒咱袂当用咱家己的思考方式，也是习惯，也是背景来限制上帝的救恩。上帝互咱有真侪方法，亲像诗歌、文字、艺术，拢互咱会当来认捌伊。所以咱袂当轻视别人所使用的方法。有的人唱诗歌来敬拜，有的人是读圣经来甲上帝建立关系，有的人是透过伊的画笔、伊的创作来互人看见上帝的美好。既然这些物件拢会当带人来到上帝面前，咱就袂当批评倒一项好，倒一项无好，因为基督的道理本来就是丰丰富富的。上尾一项就是无论咱讲话、做代志。咱拢爱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拜上帝。伫1896年，许尔顿有写一本册，
跟随他的脚中行，跟缀伊的脚迹来行。内面是描写一个工人互裁员了后，伊困苦落魄，变做流浪汉，沿路甲人讨钱，弄门甲人讨钱，但是嘛无人要帮衬伊。有一个礼拜日，伊搁枵搁寒，伊行到一间教会。迄当时，迄间教会拄仔伫做礼拜。伊坐一段时间了后，伊的骹步拢行袂稳啊，因为是太过枵啊，寒干呢，伊嘛有破病。但是伊就拖着伊的骹步，一步一步慢慢啊行到台前。牧师所有穿啊水水水，而且绅士美女提出一个问题。伊讲：恁口口声声讲要军地主，但是无一个人肯伸手来帮衬一个可怜的流浪汉。请问，军地耶稣的脚迹行，对恁的意义是甚物？过无几工，迄个流浪汉过身啊。但是即件代志，较带互迄个教会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然后就开始有一群基督徒立志要伫生活中间活出耶稣的款式。这是这本册伊的描写。后来这本册嘛影响伫20世纪有一群少年人，因发起一个 WWJD 的运动。这4个字就是讲，请咱伫讲话、做代志进前，请先想看卖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安怎做？耶稣会安怎讲？耶稣会安怎行？兄弟姊妹，当别人知影咱是基督徒，因自然就会用搁较悬的标准来看咱会讲话，看咱做代志。咱就等于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当咱无经过思考，随便讲话、行代志，去伤害别人，造成人对基督信仰的误解。这等于嘛是伫侮辱上帝的名。所以保罗伫这段经文，互咱知影什么是地面的事，什么是顶面的事。伊爱咱选择，咱要徛伫倒一边。毋过伫咱选择进前，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做结论。有一个孤儿，伊自细汉就伫路里做乞食。伊定定去到一间饭店去捡人客食剩物的物件，但是有一天，有一对有钱人的夫妇，因来到这间饭店食饭，这个孤儿就甲因讨钱。这对夫妇非常的慈爱，这个囡仔嘛真有礼貌，甲因说多谢。这对夫妇已经60几岁，但是无囡仔，就甲人探听这个囡仔的代志。当因知影这个囡仔是孤儿了后，因就决定要收养伊。所以对迄时了后，迄个囡仔的生活完全就改变了。伊毋免去街路共讨食就物件食。有一天，伊的老爸带伊去到迄间饭店去食饭，食到一半，老爸暂时离开去拍电话。所以只有剩这个囡仔坐伫桌仔顶，跟伊看到隔壁桌的人客食饱离开，但是桌仔顶阁有剩物件时，伊真习惯就走过去食迄块桌所剩落来的物件。这个老爸转来看见，嗨头甲伊讲：“囡仔，你即马已经是有钱人的一个小少爷，为什么你的内心阁在想家己要做乞食咧？”兄弟姊妹，因为耶稣的救赎，上帝已经予咱一个新的身份，咱无阁是乞食，咱是上帝的囝儿。但是你的选择敢合伫上帝囝儿的身份，也是咱要掠家己是乞食咧？愿上帝赏赐予咱智慧，来做出一个符合咱身份的选择。咱做伙来祈祷。主伫2024年上尾的一个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读这段的话。保罗教示阮要做甚物款的选择的时，主恳求你，予阮有真正的智慧，予阮知阮是你的宝血所救赎的囝儿，所以阮就爱选择符合这个身份的生活，也就是上帝国选民的生活。恳求你赏赐真正的智慧，予阮，也帮助阮。虽然阮真软弱，阮定定甲人的关系有出差错。
阮定定行出你所无意爱的代志。总是主恳求你教示阮，互阮伫怜悯的心、谦卑的心，这个事的顶面，会当来行出好的德行，来成做即个世间人的祝福。恳求主你使用阮，互阮的性命，互阮的信心哪来哪加添，互阮伫面对即个世界时，也互阮会当有信心倚靠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